again. You think by now I'd know better. Locked in my head, romanticizing forever. Last love I found, knees met the ground and all my roses died. Swore I was through, but looking at you, I think I changed my mind. Yeah, let's fall in love for the fun of it. Dive in at first and all of it. Oh, what a rush looking into your eyes, playing it off like it's different this time. Let's break our own hearts for the fun of it. 喂，睇你咩玩咩好？邊度好玩？我哋去玩。今次我哋會出發去江西玩6日5夜。11月出發嘅話咧，會睇到好靚嘅紅葉同埋銀杏嘅。唔講咁多，上高鐵先。呢次參加咗永安旅遊嘅江西上秋人間仙境6天純玩高鐵團，呢個團會去到墓園石城、鳳凰溝欣賞楓葉、東林寺睇銀杏，仲會去體驗黃嶺獨有嘅曬秋，又可以欣賞到世界文化遺產廬山秋色。唔知會唔會睇到廬山真面目呢？另外吸引我哋嘅係永安旅遊全港獨家嘅2大明星景區霧裏洲同埋角仙村。我哋上咗高鐵啦，要搭4個鐘頭車，一陣再見。嚟到江西嘅南昌東站啦，即刻出發去國潮近派建築代表嘅萬壽宮歷史文化街區行街啦。喺中央位置有座鐵柱萬壽宮，係街區嘅歷史文化核心。街區有灰牆青瓦、飛檐翹角嘅傳統建築，同時進駐咗好多江西特色餐飲、文創商店。一到夜晚，變身成為不夜城，人流不斷。晚餐去到文化街區裏面嘅江西飯店，主打慈泥窯雞同埋瓦罐湯。正值大閘蟹季節，爆咗每人2隻正宗君珊瑚大閘蟹，剝開之後見到好多膏，正啊！另外仲有江西特色瓦罐湯，有儀式感嘅慈泥窯雞，一邊烤職員一邊講祝福語。其他餸菜有燜排骨、炒蜆、燜豆腐等等，口味都啱香港人，唔會太鹹太油。返酒店之前，再去到南昌地標江南3大名樓之一嘅滕王閣參觀。滕王閣因為黃渤嘅滕王閣序而聞名㗎，主要由滕王閣主閣南北2面嘅小園組成，裏面一共有9層，導遊會每層細心講解，可以了解到滕王閣歷史。而滕王閣嘅精華就喺第5層。行出去可以一眼望到小園、81大橋嘅夜景，古舊建築再配現時嘅建築大橋，有種穿越時空嘅感覺。時間充裕，可以去埋南園同埋北園行下。第一晚，我哋入住南昌香格里拉大酒店嘅江景房，呢間酒店係永安旅遊獨家㗎。酒店同滕王閣隔江相望，我哋住嘅房間45平方米，浴室間隔分明，有淋浴同埋浴缸，玩咗1日可以浸浴消除疲勞。呢度有2張1.22米嘅單人床，提供每人2個枕頭，打開窗仲可以俯瞰金江美景。早晨啊，嚟到第2日朝頭早，喺酒店食完自助早餐再出發。早餐款式有中西式，當中有即煮粉麵檔、麵包蛋糕、熱菜、穀物類早餐等等。當然咖啡、果汁、即沖茶包都唔少得。填飽個肚就出發啦。坐咗1個鐘左右車程，嚟到鳳凰溝睇銀杏同埋楓葉。呢度係國家4A 級旅遊景區，銀杏同埋楓葉嘅觀賞期大概係10月至到12月。園區裏面山清水秀，環境寧靜，而且空氣清新，一年4季都各有特色。春季有櫻花、海棠，夏季有木槿、荷花，秋季有桂花、楓葉同埋銀杏，而冬季就有茶花、梅花。可以坐景區環保車去到每個打卡點，會比較舒服方便。尤其係夏季嘅時候，最驚大汗搭細汗。不過我哋11月初嚟到，天氣清涼，但眼見銀杏同埋紅葉都未盛開，有少少失望，但係都明白睇花要靠緣分。
午餐時間到啦，搭車去到呢間好適合聚餐嘅周堂院子。一入門口充滿氣氛，有種植嘅植物，復古擺設，每個角落都精心佈置。坐低冇耐，菜就上齊啦，新鮮滾熱辣，有蒸多寶魚、芹菜炒牛肉、炆豆腐、蝦、蟲草花燉湯同埋香炆土雞等等，基本上都啱香港人口味。由食 lunch 嘅地方出發，去到背靠仙山嘅西安桃園角仙村，大概需要1個鐘車程。呢個景點同樣係永安旅遊獨家㗎。角仙村位於江西省上饒市元山縣角仙鎮，係一個道教文化主題度假區。景區以仙峽秘境為主題，角仙山為背景，融入山水畫境、道教文化、夜間燈光 show 同埋傳統文化體驗於一身，打造出古色古香嘅雲深不知處氛圍。去到入口會有酒店接駁車過嚟幫手搬行李，之後我哋一團人一齊入景區，會坐包咗嘅景區環保車去到索道站入口，大概10分鐘左右就可以轉纜車上去山頂。天氣好嘅話，喺山頂可以俯瞰壯麗嘅雲海同埋連綿嘅山巒，好似置身喺人間仙境一樣。呢度除咗喺天鏡台睇到千里江山圖之外，仲可以行玻璃橋添㗎。落返山之後，可以喺食神街依套，大概7點左右去到永安旅遊安排嘅 VIP 專區，有眾廟閣燈光 show。之後再欣賞隔籬嘅水墨電影《歸真記》，結合水墨電影、燈光同埋火焰等等嘅元素，講述仙人閣園嘅故事。大概夜晚8點50分左右，沿途行去另一邊會有千燈盛會，途中可以用20蚊借孔明燈氣球，寫低願望，留返一陣重頭戲嘅時候大派用場。另外要俾50蚊按金。我哋覺得呢個 idea 唔錯，既安全又環保。去到篝火晚會可以欣賞更大型嘅表演，有非遺嘅火棍、火群舞、打鐵花表演。完咗之後，終於等到重頭戲啦！就係全部遊客一齊放孔明燈氣球，再加埋煙花，視覺效果好震撼又靚。最後，如果想一齊去到表演台跳舞，記得要留低，氣氛好好㗎。夜晚入住角仙村景區裏面，喺索道站口附近嘅枕山宿酒店。酒店特色位於仙村嘅高處同埋自然山水之中，加上有仿古嘅頂棚建築，令人有種置身於大自然一樣。我哋入住面積都幾大嘅雙床房，打開門係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基本洗漱用品都有。行入去就係睡床 area， 放咗2張1.35米闊嘅睡床，另外有個大空間可以完全打開機都冇問題。而房間裏面有冷暖氣提供，唔使驚冬季嚟嘅話會凍。Day 3朝頭早喺酒店食完早餐就帶齊行李 check out 去下一站墓園啦。成個車程大概2個鐘左右，到埗之後已經係 lunch time， 嚟到和希宴食午餐，大多數都係蒸餸，有臨場走地雞、招牌魚頭湯、粉絲蒸蝦、芹菜炒牛肉等等，口味唔濃，而且迎合廣東口味，唔會辣。食完 lunch， 去到墓園古縣城嘅西湖氹同埋鹽高古城，可以見到西湖氹保留大量徽派水建、水閘、水街巷、水城牆同埋水系，仲可以穿過碧月門去到全年免費開放嘅文化街區，裏面有好多唔同種類、大大小小嘅店鋪。記得一定要打卡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魚燈。臨走之前去到觀景台打卡，可以欣賞到飛檐橋閣同埋木雕、磚雕、石雕等等舊時技藝。去到另一個建於北宋年間已經有1000年歷史嘅景點李坑，
佢係一個著名嘅歷史文化名村，同埋國家4A 級旅遊景區。村中以李姓村民為主，喺入口搭景區環保車，去到村口之後開始遊覽。呢度以經典嘅徽派建築同埋獨特嘅小橋流水人家、水鄉風情而聞名，保存大量明清時期嘅古建築，特色為青瓦白牆、馬頭牆、天井院落等等。同時有一條小溪穿村而過，旁邊有好多古樸嘅板橋，形成一幅山水田園畫卷，所以吸引咗好多學生過嚟寫生。李坑被譽為中國最美嘅山水田園古村落之一。如果喺每年3月至4月過嚟旅遊，正值油菜花季節，仲可以見到油菜花田。食晚餐之前，去到墓園蔭邦大酒店搞咗 check in 先，順便休息一下。酒店距離霧裡洲度假區只係10零分鐘步程，好近好方便。我哋入住園景雙床房，面積38平方米，洗手間乾濕分離，每張床1.2米闊，打開露台門仲可以欣賞到酒店裏面嘅園景。朝頭早可以去到花園打卡。休息完去到田間記食晚餐，主打炭火煨湯、白切雞、咕嚕肉、排骨等等。食飽就去到永安旅遊獨家，有中國最美夜色古鎮之稱嘅霧裡洲度假區景點。入到景區，首先搭霧裡洲特色搖橹船欣賞。景區以霧裡飛天嘅傳奇故事為核心，融合徽州文化、徽派建築，裏面有唔同嘅日夜景點同埋表演活動，尤其以夜景、非遺表演同埋水上活動最出名。五顯湖位於景區中心嘅水域，係欣賞夜景嘅最佳地點之一。而普玉塔係一座古塔，仲有懸浮喺水面上嘅懸空金閣係網紅打卡點，同時亦都係夜間燈光 show 嘅焦點。隔籬有條徽市街，呢個係一條充滿徽州古風韻味嘅街道，有小食店同埋商鋪，行街同時都可以品嘗當地美食。大家記得要做好資料搜集，記住表演活動嘅時間。首先睇嘅係水上火舞表演，有被譽為1600度浪漫嘅船上非遺打鐵花表演、花船巡遊同埋民族表演等等，真係好震撼。指定時間仲會有煙花 show。另外私心建議一定要留到夜晚9點10分，因為會有無人機表演，幾百架無人機升上半空，喺普玉塔上面拼出靈動佛手、星河環宇等等，再配合放煙花，完全係傳統意境混合科技感。冇睇嘅話，絕對係可惜啊！嚟到 Day 4，喺酒店出發，去到國家5A 級景區黃嶺，以獨特嘅曬秋文化同埋春季嘅梯田花海而聞名，可以搭索道往返。搭嘅時候可以俯瞰到黃嶺層層疊疊嘅梯田，大概6分鐘左右就會上到去，簡直係人山人海。率先體驗永安旅遊安排嘅客家南門酒，再開始遊覽。黃嶺係山崖上面嘅古村，將明清時期徽派建築嘅古村落開發成旅遊景區，經過修葺之後轉為民宿、餐飲店等等，集自然景觀同埋民族體驗於一身。黃嶺嘅靚景唔會受季節影響。春天可以欣賞油菜花海，夏天可以遊玩峽谷掃溪，秋天欣賞古村曬秋。獨特嘅曬秋景象係黃嶺嘅標誌，意思係家家戶戶將農作物或者臘味曬喺屋頂嘅架上面，形成色彩繽紛嘅景觀。當中有唔同嘅網紅打卡位，記得影張相留念啦！食飯之前，首先體驗永安旅遊安排嘅黃嶺獨有曬秋體驗定製活動。玩完之後，午餐就喺黃嶺嘅天街食府用餐，主打墓園粉蒸宴。
再去到被譽為中國最遠嘅鄉村菊徑村，一條小溪呈大半圓形環繞成個村莊，四周被高山環抱，形成一個天然圓形村落。想影靚相就要行樓梯去到山腰。除咗俯瞰到村落全貌，同時係最佳攝影點。最後去到中國最美10大人氣賞楓地之一嘅墓園石城，村裏面有好多高大嘅楓樹。欣賞石城紅楓嘅最佳時間通常係每年11月中至到12月初。夜晚嚟到被譽為世界遲到嘅景德鎮，嚟到伊隆家宴食晚餐，有雞、糖醋炸魚、東坡肉等等，呢餐都食得幾滿足，胃口大開。第4晚入住景德鎮開元明庭大酒店，方便之後去景點可以縮短車程時間。酒店融入中國傳統瓷器文化，喺2022年開業，屬於5星級酒店。入住雙床房，空間大，好舒服，2張雙人床 size 都唔算細。打開露台門可以見到內園。嚟到旅行嘅 Day 5，朝頭早出發去鄱陽湖，坐船遊覽鞋山孤島。鄱陽湖係一個吞吐型季節性嘅湖泊，有明顯嘅枯水期同埋豐水期，同長江相連，具有防洪、調節氣候等等嘅重要生態功能，屬於中國最大淡水湖。途中可以欣賞到名為鞋山島嘅島嶼，因為形狀似繡鞋而得名，又稱大孤山。lunch 去到附近嘅東坡食府，主打鄱陽湖魚風味，有蒸魚、獅子頭、湯等等，連超好送飯嘅蒸水蛋都有。食飽就出發去睇銀杏，嚟到位於廬山西北麓，中國最古老，已經有1600幾年歷史，始建於東晉。最重要嘅佛教寺廟之一東林寺，寺廟被尊稱為中國佛教淨土宗嘅發源地同埋祖庭。東林寺由著名高僧慧遠大師創建，具有傳統中式風格，包括大雄寶殿、寶塔同埋寧靜園林。初冬嘅時候，園林有機會可以欣賞到泛黃嘅銀杏。行完東林寺就去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嘅廬山，喺景區入口要搭45分鐘 shuttle bus 去到山腰，直達入住嘅廬山大廈國際飯店停車場。呢間飯店位於牯嶺街附近，係民國時期廬山3大建築之一，被譽為廬山之冠，係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喺1934年由蔣介石親自選址建設㗎，並親筆題寫廬山全集學社。1964年改稱為廬山大廈，喺2021年再翻新過。大堂位置仲有提供民國服飾俾住客打卡留念，成個環境都充滿懷舊風，氛圍感十足。我哋入住雙床房，因為飯店係歷史文物保護建築，唔可以改建，只可以修葺，所以房嘅面積唔大。不過放咗2張1.2米嘅單人床、書枱同埋梳化等等，仍然可以打開篋，空間都闊落，有冷暖氣、抽濕機提供，洗手間乾濕分離。估唔到仲有電子加熱晾衫架，好貼心。
休息完仲未天黑，爭取時間去行下附近嘅古嶺街，係古嶺鎮嘅中心，海拔大概1167米，三面環山，所以有雲中山城之稱。街區裏面有街心公園、美勞別墅等等景點，集合食住行遊購物於一體。手信以茶餅為主，我哋試咗一個鍋盔，13蚊一件梅菜肉乾鍋盔。除咗價錢貴少少之外，而且係預製菜，建議可以避開啦。行過見到兩棵已經泛黃嘅銀杏，忍唔住影幾張相打卡。之後就返酒店嘅軍官餐廳食晚餐，以廬山山上風味為主，有蒸魚、豆腐、餃子、薯仔東坡肉等等。呢晚比較早喺酒店用餐，所以可以提早好好休息。嚟到 last day， 早餐一樣喺軍官餐廳用餐，食飽之後再出發遊覽廬山。呢次可以見到廬山真面目啦！坐景區環保車去到魚琴湖同埋花徑公園。魚琴湖係一個人工湖泊，湖面形狀好似一個小提琴咁，加上湖邊嘅石頭刻咗有古人寫嘅魚琴，所以得名為魚琴湖。緊接旁邊又稱為花徑湖嘅著名花徑公園。花徑相傳係唐代詩人白居易賦詩大林子桃花嘅地方。原來設有白居易草堂陳列室同埋白居易石像。去到錦繡谷入口就係開始行廬山嘅起點啦。廬山以紅、奇、險、秀聞名，係世界文化遺產同埋世界地質公園，同時係中國國家5A 級旅遊景區同埋文化旅遊風景區。身處唔同位置睇到嘅景色都有唔同，以豐富嘅冰川遺跡、奇特嘅斷塊山地貌、清澈嘅溪流同埋頻繁嘅雲霧景觀見稱。夏季嘅話，比山下低成10度左右，因為氣候涼爽聞名，係中國4大避暑勝地之一。廬山係中國近代史上影響非常之大，堪稱中國嘅政治名山。1895年起，英、法、美等等西方國家曾經喺呢度大興土木，留下大量西式建築。沿路行大概1.4公里，路都幾平坦舒服。當中可能會經過1至2個比較直不甩嘅樓梯，辛苦少少啦，但整體都算容易行，就算長者慢慢行都一樣可以完成。欣賞完廬山，去到淵明樓食正宗廬山蔣家宴午餐。呢間餐廳太誇張啦！誇張嘅原因係單係前菜已經有6個，而主菜足足有12個，飽唔飽泡先？一路食一路不停上菜，多到張台都放唔落啦！有獅子頭、蒸魚、梅菜扣肉、薯仔炆牛腩等等，就連牛扒都有，超豐富，多到數唔晒，味道唔錯。好多款菜都送飯一流。返酒店拎行李之前，去到隔籬嘅廬山會議舊址參觀一下。佢嘅原名係廬山大禮堂，係全集學社會議禮堂。蔣介石曾經多次喺呢度向國民黨軍官訓練團嘅學員訓話。1949年之後改為廬山人民劇院。毛澤東曾經喺呢度主持過3次重要會議。喺1996年，廬山會議舊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差唔多時間就返酒店拎行李出發去南昌東站。呢次去咗江西，好多唔同嘅地方同埋景點，好多時都要坐1至2個鐘車，甚至要轉接駁車，唔想麻煩，所以參加咗永安旅遊嘅旅行團，全部有人安排妥當，舒舒服服去旅行，連團餐安排嘅菜式都好啱口味。就算江西食辣，團餐都提供大眾化菜式。之前試過去其他旅行團會有車販、購物點，而呢個團全部都冇，玩得開心，冇壓力，時間充裕又唔會趕行程。
等我哋有機會再參加其他旅行團，再介紹俾大家啦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住 like、訂閱、share 同埋留言俾我哋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